即时是用的旅行台湾话。交通路线。第一课，问人即个所在伫倒位？我想要去。歹势，我想要去台北车头。你会使坐客运的去？请问，车站伫倒位？伫遐。多谢你。袂啦。第二课，问路。要安怎行？歹势，请问明理大饭店要安怎行？为遮直直去，我倒边就到啊。安尼哦，差不多着爱偌久？差不多10分钟左右。多谢你。袂啦。第三课，坐巴士。歹势，这班车敢有去台湾大学？有。钱要安怎纳？上车的时阵纳，大人15，学生仔12。到台湾大学的时阵，请甲我讲一声。好。第四课，叫计程车。请问，去9分仔偌济？走一逝25。好，敢会使拜托你开后壁的行李箱？好啊。车你遮停就好，敢会使甲我斗赶行李一个？好。第五课，买火车票。歹势，9点半的自强号去家人一张。无位啊哦。安尼哦，后一班自强的敢有位？后一班也有。安尼着迄班，时间是几点？9点48。